救命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好，接下来，废话不多说，你不觉得我们今天除了鼓手爱情中还在留守，还有另外一位神秘嘉宾，我觉得他来会阴阳调和一下，因为太痒了啦。对，先不要公布答案。对了，你答对了。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女主唱老瓦。过不来。都在唱。我们适合音乐。前面一点。我们要紧张，在摇呢。我们同在一起。上面这比较热。真的。你可以坐下吗？别坐，不要坐。其实你有麦克风啊。我用这个啊，你用那个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老瓦。然后因为呢，这次因为个人因素啦，所以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参与到请尊重我好吗？因为他在有上班，没有办法。好，接着。对，然后呢？好了吗？每个人自我介绍要规定15分钟。哦，好，那我就带一首就是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来自那个小美伊利高路的歌。下一首。伊利高路。就不知道，虽然没办法唱的跟他一样好的歌，就是还是想要把喜欢这首歌的感觉，就是告诉大家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可以，好了，开始。什么都看不到。哦，他要试笑，你要试笑。是。总是这样的一个天气，带来一种无奈的情绪，有时逼真的不想出去，什么快乐不快乐没那个心情，这不是一场梦，一出电影，最初生活习惯虚幻的光影。
一场梦，一直变美，追逐生活西风雪般的光阴，该有的勇气都已经麻痹，海风轻轻吹，温柔的声音，海风轻轻吹。谢谢。